世界樓巡禮，主持魏美珍、莫佩文。好，翻嚟節目時間啦 ，Paula 頭先啊睇到好多嘅成功投資者咧，已經早著先機啊，喺工業市場咧賺咗大錢翻嚟咯。但係我哋小投資者想跟下風，但係有冇咁多資金？咁我哋真係要問下專家，係你知工廈啦，投資都好多區份噶嘛。香港九龍新界好多區千幾棟，咁我哋點揀呢？區份多，同埋咧呢個時候再殺入去又係咪一個好嘅時機咧？都好重要。咁我哋繼續咧係請到創意發展商 Synergy 嘅項目總監鄭泳森 Eddie 同埋阿黃少麟阿 Keith 上嚟嘅。係大家好。咁啊點睇咧？你哋就已經10年開始做呢一個工廈啦，但係而家已經去到2016年啦。我哋作為小嘅投資者，再入去呢個市場，你覺得個前景有幾好咧嚇？我覺得而家其實尤其是住宅啊或者經濟下滑咧，咁你要喺住宅物業嘅市場上邊獲利咧，投資者都比較困難啊，即係比之前。反觀咧，我哋而家睇主動需求性咧，工廈咧因為無論係個經濟嘅誘因啦，或者嗰個創業嘅大潮流啦，對於年青人嚟講咧，佢哋要 afford 得起嘅嘢咧唔多選擇。老實講，投資者都係睇住個 end user 或者我哋個市場有啲咩可以接納嘅，我哋去投資啊，咁樣先至獲到利啊，係咪？咁我哋就覺得工廈反觀咧，可能喺呢個 moment 咧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比較低風險。係啊，因為低風險就在於一來佢尺價一定係比住宅低啦，咁而第二咧就係我哋比較主動性高啊，我哋可以俾唔同嘅活動嘅 business model 咧，會好非常之彈性啊擺落去，令到嗰件嘢係可以市場上可以接納，咁所以變咗我哋自己覺得無論係物業嘅價值買翻嚟低，跟住人哋我哋轉手加咗我哋自己嘅創意啊，或者我哋嘅工程喺裏邊咧嘅時候，佢哋可以出售，會市場上吸納到個利錢會比較高啲。係咁啊，時機都仲係喺度嘅，但係問題就係你要識揀啊。股票市場都係啊，升市都會有跌嘅股份。咁喺投資工廈方面都可能係嘅，有咁多嘅工廈，咁多唔同嘅地區，你揀邊一棟啊？揀喺邊笪地區啊？阿 Eddie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？咁咧，其實大家都應該平常睇新聞都睇到啦，有啲已經發展成熟嘅區份，譬如觀塘啊、荃灣啊、黃竹坑呢類咧，其實都升幅升咗好多。咁我哋咧呢1-2年呢，最近都密切留意一啲地鐵沿線嘅區份，即係咁簡單講就係仲未俾大家插得最犀利嘅區份。咁啊，例如紅磡啊、新蒲崗啊呢一帶，我哋都覺得係有個好大嘅潛力喺度嘅。咁啊，第一就係地鐵效應啦，嚟緊成個社區嘅發展速度啦，都會越嚟越成熟。其次就係咧，本身個社區嘅配套亦都存在咗喺度，咁可能附近有一定嘅住宅群啦，一定嘅地鋪去支持咗呢個項目。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即係都可以從呢個兩個區域去考慮。咁個揀法其實都係同揀住宅有啲係啊，都有啲同埋咧喺 technical 方面 legally 要做得，即係唔好話犯法嘅。咁你哋喺呢一方面咧有啲咩嘢advice？咁其實做工廈分拆啦呢個動作啊，首先呢就係需要有一個相熟嘅律師，即係呢一類律師通常都係熟悉拆售嗰個過程啦。其次咧亦都要需要建築師啦，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呢個 background 嘅人。咁啊雙管齊下咧，無論喺契約上面或者係嗰個法例上面，即係建築物條例上面咧，都希望即係要通過到，要滿足晒所有政府嘅要求啊。咁啊嘅其次咧就譬如話我除此之外咁仲要留意啲咩咧？譬如我作為一個投資者，未有呢兩樣嘅時候，最先要考慮咩？其實你都可以去睇一睇個樓宇個本身嘅質素。咁啊，我哋即係都唔建議話一啲太舊嘅樓宇，因為可能即係大家都明白啦。如果要拆售話，裏面可能都需要有好多嘅新嘅間隔啦。咁呢啲係重量嚟嘅。咁一般即係如果太舊樓宇承重上面都可能有啲問題，咁啊或者渠務上面都有啲問題。咁所以即係我哋建議不能太舊嘅工廈。係幾多先至叫健康嘅工廈咧？冇太老啦，老到甩嘅，因為年紀啊，咁啊保養啦，係啦，我哋咁講技巧咁。如果佢話真係個本身外牆又好，渠務又好，我哋都可以去睇睇個質素嘅。咁如果質素咧，我哋覺得接受到，咁再加上我哋工程師，我哋都除咗建築師之外，要工程師計數，睇下啲結構啊各樣嘢可唔可以承擔得起。咁呢方面嘅嘢，我哋能夠掌握到咧，我哋先至會 recommend 俾啲投資者咯。係啦，嗱起樓我話冇錢㗎啦，又要買地又要起樓，咁啊好貴。但係咧重建咧都仲可以諗下，或者係改裝都仲可以諗下。但係嗰條數點計咧？即係我上個禮拜咧，咪訪問過
你兩位咧，我叮一聲就聽到30幾厘1年嘅回報，係啦。咁投資者咧都好多，我啲身邊朋友都問點樣做得到咧？點計㗎條數？嗱其實我諗發展商去做嗰個投資啊，無論係時間值上邊咧，或者投資金額咧就好龐大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我哋呢個所謂用工廈嚟做一個創意發展咧，我就希望小投資者可能佢哋能夠買起一個單位一層嘅工廈，跟住我哋變相拆售到40零個單位，跟住等出售俾一啲小嘅業主或者 end user 啦。咁其實佢哋個尺價可以俾多少少，即係買入嗰個新嘅產品，但係佢個面積係相對地係細嘅。咁我哋呢個亦都叫做貫徹咗共享經濟原則啦，大家 share 咗一啲咁嘅 overhead 啦，share 咗一啲裝修嘅成本啊，或者我投放資源嗰個大細啊。咁始終係一個發展，就唔係話真係我買樓收租，或者唔係我買個單位翻嚟等地區升值，係一個主動性嘅攻擊。即係我哋去喺市場上邊，我哋尋求機會，覺得嗰啲物業嗰啲產品係啱呢個市場，啱年青人去買嘅，所以變咗可以做到30幾厘，就因為我哋係做發展啊嘛，我哋而唔係真係炒樓啊，唔係咁樣。咁年青人啊，都即係想創業嘅，都可以買得起，即係譬如100零萬都可以上到車嘅。係啦，冇錯。咁你頭先又提到一個 terms 咧，拆契啊，或者係分契啊，究竟係乜東東？我好似聽到你哋提咗幾次，呢一個分契或者拆契喺你哋成個 project 入面，好似扮演到都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㗎喎。係啦，拆契咧其實就係首先即係要經過我哋入則嘅程序啦。譬如一個工廈，我假設將佢分為10個小單位啦，咁亦都要將公共嘅走廊部分咧攤分去每一個小單位嗰度嘅。咁而呢啲每一個小單位咧，本身都會做一份獨立嘅契約俾佢嘅。咁即係話，譬如一號室咁樣，將來1號室咧，佢喺我哋呢啲投資稅上面買咗之後咧，佢會成為1號室嘅業主啦。而將來佢都可以喺嗰個二手市場上面繼續做買賣嘅，即係好似我哋一般嘅住宅啦、office 咁樣一模一樣嘅。係咪所有嘅工廈都可以拆契或者分契？其實唔係嘅，我哋發現到咧，只有好少部分嘅工廈可以咁樣做，亦都咧你話會唔會某啲區份會多啲？其實又唔會嘅，即係 general 嚟講喺香港咧，只有好少部分嘅工廈可以咁樣做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咧呢類嘅工廈點樣知道咧？其實就需要頭先我提到啦，需要一啲專業嘅律師佢哋去查咗先，去其實係所有資料都係 open 嘅，不過佢哋可能熟悉啦，咁就會 advise 到啲投資者呢一樣嘢。咁啊必須啲工廈係可以拆契嘅有一個拆契嘅條款喺度，可以俾你做，我哋先可以做往後一系列嘅動作咯。即係冇拆契啫，就以後都唔拆得㗎啦。係啦，即係可能低溫佢哋起嘅發展商起啲工廈嘅時候，真係圍繞住呢個工業嘅用途。係啦，或者地政處都已經有個咁嘅 restriction 喺度，就算你補地價都拆唔到㗎啦。因為其實可能仲有一啲叫大廈公契啦，可能佢哋大廈公契裏邊講咗，我一梯只能夠有2伙。咁如果你變咗頭先阿 Eddie 講話拆契嗰樣嘢，咁咪變咗一梯有幾廿伙喺度，咁咪工廈即係業主嗰啲立案法團咪唔成立咯？覺得呢件事。如果嗰個單位係冇得拆契、冇得分契嘅，嗰個發展潛力，你哋可唔可以將佢釋放出嚟咧？都可以嘅。係啊，好多手法嘅。好多嘅。講唔講得㗎？可以啊。嗱，例如咧頭先提到，如果佢有呢啲 restriction，但係個物業本身 location 啊或者個尺價好正嘅，好多有海景添。係啦，有海景嘅，我哋可以做一啲 workshop 啦，大型啲嘅 workshop。係啦，我哋可以做一啲譬如將佢變都間細佢，咁但係就可以共享嘅 workshop。即係一個 office。係啦，一個 office。唔同嘅。嗱，我哋就 so call 唔會叫 office 㗎啦，即係佢哋一定係一個工作室，因為係一個工作間嚟嘅。始終我哋都會俾一啲譬如做一啲創意產業嘅人，例如去做 studio 啊，例如佢哋做一啲皮革嘅教室啊，例如甚至噴漆啊、木器家私，其實好多年輕人而家做緊嘅，即係我哋發現緊呢個係一個 trend 嚟，喺外國就好盛行，但係喺香港可能都係呢1-2年興起。尤其呢個新世代80-90後開始啦，呢一代年輕人佢哋都好喜歡，即係除咗自己本業之外，都會可能 weekend 有個副業喺度去做呢一類嘅。咁即係如果係工廈呢一方面就可以滿足到佢哋要求。係啦，咁頭先講可能工廈本身真係做一個倉嘅，咁對投資者嚟講1-2厘、2-3厘已經 maximize 咗佢個利潤，係咪？咁但係如果我哋做咗呢啲咁嘅細單位，佢哋自己其實會夾租嘅，好得意嘅，即係佢可能一個單位有2個自己嘅朋友一齊租，咁佢哋亦都
應咗一個共享經濟原則，咁去租我哋嘅皮費亦都分擔咗落去，咁可以嚟到嘅回報租金上可能去到8-9厘都即係好閒事啊。咁即係如果咁睇咧，小投資者咧對政府呢一個停咗活化工廈呢個政策咧，其實影響唔係好大，因為嗰個政策咧都係俾啲大業主啦傳動咁樣去活化嘅。咁以你哋嘅服務啊，同埋嘅專業嘅advice 咧，小投資者可以做到呢一個都有成，譬如回報都幾好8-9厘，或者你話投資1年後有拆賣可以30幾厘嘅回報，都跟你哋學下嘢都幾好，都唔錯㗎，係一個選擇。不過記住都係比較專業啲，同我哋一般買賣住宅可能大家都買慣買熟有啲唔同，當中係涉及咗一啲可能需要律師去深入去處理，或者係建築師去睇嗰啲契，咁所以都最好係揾翻啲專業人士啦。多謝 Synergy 嘅2位項目總監啊，一位就係 Keith， 一位咧就係 Adi， 多謝晒，多謝晒。世界樓巡禮 AP 世界物業顧問助你瞄準環球優質物業，摸唔清海外樓市，睇唔透回報潛力。AP 世界物業顧問提供海外置業資訊，助你了解各地法律、經濟、稅務及風土人情。無論自用、投資抑或移民，AP 世界物業顧問都會介紹合適嘅海外樓盤，幫你以相宜入場費坐享理想回報潛力。逢星期六中午12點喺新城財經台 ，AP 世界物業顧問更會解構環球樓市，帶俾你世界樓巡禮。